祝大家健康快樂。我相信每一人這個世界你喺度講到決心，講到痛心，講到心理傷害到每一人是經過在公婆嘅方面也好，也未特設到傷害到自己嘅心，在兄弟姊妹也未傷害自己嘅心傷害到，朋友家嘅方面也未滅到自己嘅心傷害。但係我嘅見節講自己啲，喺呢個詩篇147第3節用講自己啲，佢上帝支持每一人心裏痛嘅，佢隔意包呢嘅心得到傷害嘅。兄弟姐妹們，係你得到要傷害痛心決心，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佢支持呢嘅心，佢恢復呢嘅心，佢支持呢嘅傷害，呢嘅痛心攏總佢隔意同齊，因為到咩呢個詩篇87:11節按用人講到，上帝按歡喜按合意攏總人要遵從及跟從佢嘅，要有真心希望在上帝裏面，係咪一個真心嘅心，一個盼望放在上帝裏面，要有忠心跟從佢。你係要傷害到一個心中，要痛苦到，要得到本人結到，以至到按特實一個心，上帝支持一個心，佢恢復一個心，因為到佢隔意包佢講，包圍一個傷害到嘅心，佢恢復一個心。請有人兄弟姊妹係講要痛苦要傷害到一心，減一條心謙卑嘅心嚟求上帝，相信佢能夠支持你，佢能夠隔意同齊，本一個力量，本一個精神嚟對付一切嘅傷害嘅心，佢恢復一個得到一個恩典，佢換個平安嘅心俾你，喜樂嘅心俾你，甜嘅心俾你，呢就係上帝嚟得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